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你看我伫计程车内面啊，大家知影这是倒一国的计程车无？会当甲咱写一个哦。嘿嘿，我伫遮，你看我穿安尼，就知影非常的热。听讲咱转来了吼，因为咱顶礼拜去遮的吼。这个后礼拜听讲40度呢，足侪所在哦，伫咱迄个日本非常的热，今年世界拢非常的热吼。希望观众朋友拢是平安的吼，会当有凉凉的内底吼，大家拢健康安尼。咱吼伫遐险拢验着咯对无？慢慢踅来踅去吼。所以咱今仔日开始要甲咱介绍日本哦，我讲对，看老师特别走去日本，要来甲咱讲一个日本吼，较少人咧讲的历史啊吼。第一项就是日本的基督教特别少，是，这是比泰国较少嘛，还是可能差不多啦吼。所以咱来讲吼，咱是安那伫遐生存的咧？尤其咱去东京对无？一直说。开始坐飞机吼，拢总2383公里啊！伫台北到东京2000几公里坐飞机过。咱这张图会当看出讲台湾甲日本其实是连做伙。你看。要叫琉球群岛有无？琉球的群岛，要一块岛，安尼一直接线到日本，到时海面啊，甲体一说啊，就拢浮起来，就会当一条路过啊。为海底一条路会当通的吼，安尼真厉害，所以可能以前是共款的哦吼。但是台湾甲日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，因为1895到1945 50年日本统治台湾，迄阵因为日本人是想讲伊永远要伫即个所在成做伊个国家，所以就计划怎样去发展，怎样去建设，拢做用心的。是。所以其实咱足侪古早时啦吼，是毋是古早时的台湾人，伊会晓讲日本话呢？因为日本话就是国语啦，国语，人讲国语就是日本话。是，所以你会当看到台湾其实足侪建筑吼，嘛是有日本时代的即个味道。所以日本吼，因为伊想讲，即块是因的国家的土地，是因的国土啦，所以伊就开始测量地图测量户口补查个迄个台湾的纵贯铁路铁路，个迄个嘉南就是用嘉南。水圳，迄是足大型的水利，会当灌压迄个嘉南平原所有的产能，这是因的建设。到1937年到最后几冬，伊开始要杀迄个日本话，就是讲，甲台湾的人拢总改做日本人。爱拜因的神社，爱改日本的姓。讲话讲日本话，因为日本话就是国语啦。后来日本退去，咱的国语换中国话，拢毋是台湾话啦。对哦，所以台湾话迄阵讲了爱罚钱的。拢毋是哦。将来有一天会当讲台湾话是，咱得会当自由讲。即文就会当讲啊吼，只是即文已经愈来愈侪人袂晓，就是讲愈来愈少人。一定袂晓讲。因为禁止上久啊，是，所以是靠咱若有听咱进前的系列吼，就会知影是靠迄宣教士甲咱保存落来，对无？所以什么日本总督迄什么中岛后，
伊伫设立总，伊个总督府就是即阵的总统府啦。伫台北的总统府就是日本人起的，迄阵叫做总督府。总督府伫台湾有一个什么啊？做一个公路，就是拄仔老师讲的吼，遮个建设吼，嘛是拢是日本人起的。这是老师为飞机顶管。飞机顶翕的，就是我讲的迄个足细地岛，有时有人徛，有时无人徛，一块迄个念到日本。为台湾念到日本。袂歹哦，你若是巨人的话，你可能会当安尼跳去日本哦，那我们坐飞机袂歹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咱伫机场。成田啊，成田机场吼，我是对日本，这是我第一届去日本，我拢毋捌去，较早拢毋捌去。即个第一届去。是，讲大个人拢去看手机啊，吼，低头族。我落来看，所有人拢咧行路也咧看。拢无人咧，你穿作水也无路用，也无人甲你看了，对。对，所以黑白穿的，毋是哦。大家拢咧看手机啊。伊可能是咧看讲，要来接机的吧，还是路面啊行，是毋是？毋知影啦吼。但是这是咱习惯啦，因为咱看少年人咧行路就是安尼啊。对，就是即款姿势的，对。无毋对，你若去东京吼，会当看到做这你看这嘛是。即三个，其实咧找路啊，毋知影路吼，咧找就讲这是安那吼，所以若无手机啊吼，可能会放无去哦。咱拄好这伫机场对无？机场诶，咧等车，好，所以伫这明治维新老师来介绍。讲东京，阮即摆是来东京嘛吼，来东京较早毋是叫东京，较早咧叫做江户啦，叫做江户。是叫古早诶名。因为迄个幕府吼，德川幕府诶意思就是讲武术的啊，是讲有武功诶人，才会当做领袖啦，所以拢用武。就是讲军队上后小战的人，才会当管理这个国家。这个就是幕府的时代啦。天皇的时代就是讲皇帝啦，伊个是神派来的皇帝安尼吼。因两个阶段，德川幕府的，伊伫遮第一个，伫这个江户的所在建立伊的城市。后来1868年有颁布叫做。江户改名叫东京，安尼伊的东京的名就对1868年啊开始有，所以即摆拢叫做东京。是安尼，所以你看日本的迄个相扑对无？就是人拢爱做大箍，而且做到，迄要安怎讲啊？迄是一种运动，还是爱做高的人才会当做领导者的对啊？是安尼意思。因咧小战就是讲，甲到小战的将军啊，拢是将军伫做领导这个国家。是，所以你看这吼悬悬的，阮本来想讲，这是普通的一个建筑尔对无？结果去斟酌甲伊看，这是一间教会呢。本地是一间教会，可能老师以后会讲对无？会介绍即间吼，因为个迄个互咱去参观。咱来遮就是要参观教会啦，教会其实看袂到，规路吼，伫因坐车伫因街路行咧几啊点钟，拢连看到一间礼拜堂都无，拢无看到十字架伫顶悬，即个伫欧洲吼差足济。对，日本的基督徒听讲无甲1%咯，安尼，但是迄个欧洲吼足济啊，遮拢无。看无十字架不要紧，看足济食诶，来日本就是爱食对无？咱讲拉面免啊讲拉面就是遮，拉面就是。小你看咧拉面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叫做拉面啊。
真正诶吼，这日本人发明诶款，因为你若感觉拉面就是爱日本诶上好食，有人上爱食这无吼？结果咱其实去几工啊，去4工外吼，但是连一间拢无去食着，为虾米会安尼？有食伫迄个免钱诶啊。哦，免钱啊，对，敢若迄个免钱诶饭店啊吼，饭店内面有食着拉面，所以伫外口吼无去特别去找吼。但是看着即间吼，就感觉足水诶，一定爱甲伊翕起来吼。啊来伫遐交通爱买足复杂诶对吧？你买票，你看因诶铁路非常复杂，敢若遐楼顶楼骹安尼行吼，行甲骹酸。因诶，伊几啊线呢？啥物？我念袂出来，反正几啊线，你若买毋着卡吼，可能即线袂当坐，迄线袂当坐，所以你一定爱去遐买一个西瓜卡对吧？讲迄西瓜卡，就4家拢会当坐安尼啦吼，你要坐啥拢会使。所以就是你来遮吼，看着你爱处置小朋友伫遮，因为铁路吼足复杂诶，有人来会知。伊毋是安尼哦，伊拢总分做5站，地下5站，是，地下5站，听讲有10站楼啊悬啊。所以你若要找 Google 诶地图，你是找无诶，因为伊敢若会当讲即个所在有平面就是有。 Google 是平面，伊对，遮是安尼深入诶，所以伫 Google 看拢是共款一点。嘿对，啊，但是你毋知影伫对一站吼，你要淡仔说恁人，伊就会说吼，说有，但是顶届我是无来过东京吼，所以本来想讲，日本足简单诶，所以拢无做啥物功课吼，所以咱就一群人伫下骹，伊就说摕行李对无？淡仔伊就说吼，老师佮甲咱经历一个。因为铁路诶头前拢有写一个 JR 吼，JR 就是 Japan Railways，就是日本诶铁路诶意思啦。所以讲1987年诶时候，就是讲本来国家咧经营，就从放互民间去经营，所以有成立7间诶铁路公司，所以才会遐尼复杂。东京诶地下铁吼，地下铁就是有9条路线，主营地下铁，主营就是讲东京首都首都市经营诶，直接经营诶吼，直接经营诶有4条，所以总共13条，285个车站。上界深诶叫做江户线。江户线诶日本诶木站，伊内底深落伫42.3公尺。10站楼啊，10站楼诶悬，所以人讲通往地心诶入口。是哦，咱无特别去遮翕吼。毋过咱要坐飞机场，咱要转来坐去成田机场诶市，就是坐即条啊。坐这条线伫地下5楼，地下第5层啦，地下5层。所以特别，因为毋知影升降梯伫倒位，所以就行李搬咧爬楼梯。真诶，这真正是训练健身房对吧？去日本吼，毋免去健身房，所以日本人为虾米会当长退休？因为因逐工拢安尼行，撞来撞去，行来行去，而且做侪所在拢无电梯吼，看行李安尼撞来撞去，非常诶无方便，嘛是非常方便，因为你看几啊线，这比啥物台北个复杂吼。因为画卡你可能袂当用，所以你非常诶注意吼，你要买啥物交通卡呢？这是咱住银座迄区吼，是较高级诶区，所以咱看到诶较无像迄闹热诶日本迄个街啊，对无？老师阁有翕到即间呢吼，即间是大饭店哦，半岛酒店诶。这就是我后壁嘿，计程车
伊个计程车特别奇怪，我大省掠准是警察车，因为警察车才是用乌的啊。系啊，对哦。我嘛是感觉即个计程车都特别，而且因迄车吼，迄头前拢扁扁对无？就是讲因迄车诶头前后啊，头前后壁吼，拢较短，拢无像咱遐尼长。因为所在较矮啦，伤长哦，歹长势。是，所以你会看因诶车拢足古锥吼。即个嘛是，迄个叫啥物皇居对无？就是迄个日本天皇迄阵。咱后礼拜甲来看即个所在好啦。是，这是后壁是一个足大诶公园，你会看倒边吼，是一个足大足水诶公园，啊正边是足现代，你看边仔拢足现代诶吼，但是伊会当保留一区是安尼水水吼，这是内行诶才会当食诶。伫足大间诶大楼诶边啊，拄啊伫咧大楼诶边啊，有细条巷啊，这爱落去地下室哦，细诶楼梯行落去，下啊，要食饭爱排队。因为吼，迄阵已经差不多2、3点啊，所以足侪店吼拢关起来啊吼，因为下晡无咧做生意，但是敢若几间店有开，啊，即间店是好食诶，真正爱来食，袂歹，但是爱做歹找吼，伫楼骹对无吼，地下室吼，爱来排队，你看这以后拢是坐伫遐排队，嘛是日本爱排队，我即阵倒来台湾吼，发现。食啥物餐厅拢爱排队，而且你若无预约话，现场阁袂当排。真正有厉害诶！有人观众朋友有安尼经验无？所以入来到内面真欢喜。食诶，即个是炸猪排，因为这一间真正好食。细间，但是生意阁真好。是，啊嘛饲料真好食啦。你看因。安尼优秀，食无偌济物件啊，也足水的对。因拢做用心诶，因咧做物件拢真用心。是，你茫看这生活诶，食即对其实食足饱诶吼。伊诶摆盘嘛足水诶吼。所以咱讲着基督徒诶吼，日本。咱要来遮看基督徒，咱要来讲基督教伫日本诶所在，安那大是。这人口吼，总人口无到100个，无到1个人信耶稣啦。主要是因诶传统诶文化，历史有200几冬诶迫害，伊禁止所有诶基督教伫遮宣教。佮因诶民族性，伊个就是讲群体，若讲咱即个团体决定讲要做啥，逐个人拢毋敢反对。虽然知影讲这毋对，有哪是爱安尼做，就像较早因讲诶讲，若有一个口令讲叫你饲无族，头前就是海，无甲你讲你有哪爱得行，一个跳落海里。是安尼。就是讲群体意识足悬啦。服从命令。服从命令，讲群体命令。这有一仔先迄，就是讲泰国嘛是迄天皇文化吼，就是讲迄上大诶吼，因为一个叫做皇帝对无吼，皇帝咱像天安尼吼，足大诶，这以后会慢慢仔讲。所以有一段时间伊是禁止基督教诶对无？禁止你看1612年就禁止啊。毋过你看，我甲看迄个年代吼。台湾的基督教传入来，上早是荷兰人传入来，伊是伫1624，抑个慢日本禁止，1624个传入来台湾，1612，日本就已经禁止基督教啊。1614个时就拢完全禁止。迄阵台湾是荷兰人咧传教。是，所以到后壁因173年诶是，就是明治维新啦，维新以后，基督教诶禁令甲改读，才会当传福音。
所以拢总因禁到有286天来当安尼算啦。是，这真长的一个时间吼，所有诶人咧袂使信基督教，毋知影敢会去互拍去互关诶吼，所以你会看无够长诶吼。今仔日真欢喜，嘛真多谢老师，多谢一群人吼，即两个少年诶吼，嘛是陪咱去酷酷做吼，就是因诶负责找路诶少年人吼，连少年人拢会惊无食惊胖去诶所在，你就知影偌复杂安尼吼。安尼阮真欢喜，今仔日开始阮诶日本哦。年讲日本开始吼，后礼拜吼，佮继续甲咱捧场。今仔日真欢喜看到咱泰国诶朋友吼，佮转来啊吼。同一个时间，后礼拜一下暗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2:10，佮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，来讲日本。多谢，祝福大家有一个凉爽诶。凉爽的天气就好，健康的夏天吼，真正做落来加啉水好，安尼平安，多谢老师。平安。